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問經所答，我係 Matina。耶穌升天特輯，升咗唔等於走咗，雲端背後其實仲 work 緊。今日係升天日嘅特輯，唔係氣球升空日，唔係 launch 新嘅產品，而係主耶穌升天嘅大日子。但重點唔係主離開咗，而係佢升咗，地上嘅任務正式交俾我哋啦。真係㗎，升空嘅場面，雲層之上，門徒 fully shocked， 說了這話，他們正看的時候，他就被取上升，有一朵雲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見他了。使徒行傳1章9節。想象翻個場面，耶穌啱啱講完個大使命 briefing 緊，門徒仲點緊頭，話收到啦，記低晒啦。下一秒，主突然開始升空，門徒嘅表情即刻轉毛。哇，主啊，你就咁上升咗啦？啱啱話 carry 個 kingdom，然後你話飛就飛，雲彩包住佢，唔係消失啊，係被榮耀遮蓋。主轉場 remote working， 神派天使做，即時 send 翻個 message， 唔好望天啊，行動啦。當他升天去的時候，門徒定情望天的時候，忽然有兩個人身穿白衣站在旁邊。使徒行傳1章10到11節，兩位天使即場作咗句金句，翻譯話：你哋望天望咁耐做乜嘢？佢會翻嚟㗎，而家係你哋 carry 嘅時候啦。呢個場面好似 Zoom call hand up 咗咁。啲人仲係望緊個畫面發緊呆，天使即刻插句聲啦，話 focus 啦 ，project 緊啦，開始啦，唔係完咗啊！今日我哋都可能係望天做，識咗道理 ，feel 咗感動過，喊完一場，但係冇 action， 升咗天開始分工，我哋唔係觀眾，我哋係主角。有啲人以為耶穌升咗天就係 game key。但主話我升呢係做策略總監，你哋做嘅係地面行動部隊。神國唔係直播台，而係一個我哋要入場打波嘅球場。主耶穌話我升咗唔係收工啊，係開工。我升咗，你哋正式出場。佢冇話等我翻嚟先再做，佢係話我翻咗上去，但我會 send 聖靈繼續陪你哋打全場。今日反思，我哋係唔係成日信仰上只係點讚、收藏、感動，但係冇 action 呢？有冇 project 係神託付你嘅，但係心裏邊諗咗好耐，仍然未開始 carry 呢？升天日唔係叫我哋做懷緬儀式，而係 remind 下一步由我哋開始。挑戰你，今日翻開使徒行傳1章9到11節，向主問一句：主啊，雖然你升咗天，我係咪仲係等你翻嚟？定其實你等緊我哋 action 呢？主會話：我未嚟先過啊！而家係你上場 carry kingdom 嘅時候啦。好，記得 like subscribe 我嘅問經所答，下條片見，拜。